上一集结尾，赫拉宫的妇人们利用人脉，让自己的孩子顺利进入清雅一高。万万没想到，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闵雪雅，从这帮妇人中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为清雅的首席。还没开学就是风波不断。开学之后，雪雅天天面对这帮横行霸道的孩子们，又该如何自处？晚上，秀莲回家指责刚刚周会长对着一个孩子如此咄咄逼人，实在是不像话。更何况，身为父母要为孩子做出榜样。周会长微笑着接受秀莲的批评，然而秀莲刚一转身，周会长捏碎了手里的茶杯。雪雅好不容易逃离了西京一帮人的整治，满面伤痕，精疲力尽。回到家后，雪雅躺在床上，任由委屈的眼泪浸湿枕头。这时秀莲发来短信，祝贺雪雅被录取。雪雅看完后，把手机抵在心口，拼命地感受这份温暖。这天上学，珍妮看到露娜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幸灾乐祸，一路追着露娜嘲讽炫耀。校门外，珍妮妈妈同样嘲笑允熙自不量力。允熙明白，以自己女儿的实力，绝对能进入清雅，只不过钱瑞珍暗中阻挠，让露娜淘汰。珍妮妈妈得意忘形，无意中提到被录取者中有个孤儿，说不定允熙能从他手里买到这个入学名额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允熙开始悄悄留意雪雅。班级里，同学们团团围在珍妮周围，礼物鲜花堆满了珍妮的课桌，祝福赞美的声音不绝于耳。珍妮看着露娜那边冷冷清清，特意跑到露娜的座位前，给她最后的致命一击。自清雅成立以来，从来没有预备生被录取过。说着说着，珍妮的电话响了起来，珍妮对着电话喊了句恩星，顿时露娜想起那天有个叫恩星的女孩哭哭啼啼从考场里出来，当时珍妮还直言恩星出了失误，想必是钱瑞珍给恩星放水，挤掉了自己，把名额留给恩星。露娜推测出真相后，立刻来找钱瑞珍理论，结果不但没见到钱瑞珍，还被保镖冷冰冰地拒之门外。露娜觉得他们欺人太甚，先是暗箱操作打压异己，现在又做贼心虚缩在暗处。露娜一气之下砸毁恩星的庆祝花篮，恰好恩星一行人经过，看到这一幕，露娜上前质问恩星是不是通过家人的关系才被清雅录取。恩星恼羞成怒，和露娜争执起来。女孩们的动静惊动了钱瑞珍，瑞珍强词夺理，恩星即便有失误，也只是小失误，不像露娜丝毫没有天赋。露娜冷笑，如果自己没有天赋，那当初钱瑞珍何必费尽心机安排老师给自己呢？随后，露娜破罐破摔，躺在地上威胁钱瑞珍，如果钱瑞珍不公开成绩，她就不离开。恩星死死拉住露娜，却被露娜失手推倒。看到女儿被露娜误伤，钱瑞珍立刻报警。露娜被带到警局，钱瑞珍找来李律师为自己代理，执意要求吴允熙赔偿1亿元的和解金。看着周围人对瑞珍母女的偏袒，吴允熙和女儿抱头痛哭。来迟的夏医生在警局里看到了允熙，暗自心疼却不敢露面。夏医生从李律师那里了解到，自己老婆向吴允熙索要1亿的赔偿金。心中的白月光被老婆针对，夏医生不想坐视不理，他悄悄把1亿元付给李律师，再由李律师转交给钱瑞珍。晚上，恩星摆弄着娃娃，回想起考试那天，精神压力过大，发挥失常。本以为这段回忆已经成为秘密，没想到竟然被露娜点破。恩星心烦意乱，扯碎了娃娃。入学之前，赫拉宫的富二代们在校园论坛上抹黑雪雅，钱瑞珍不仅默许，还想着把雪雅赶出清雅。允熙跑到清雅教务处询问露娜有没有被录取的可能，然而大家都是好不容易得到的名额，谁会大发慈悲让给别人呢？走廊上，允熙和瑞珍迎面遇到，允熙为了女儿卑微的恳求自己仇人给女儿一次机会，钱瑞珍自然不会同情允熙。瑞珍直言，这么想露娜入学的话，就弄死1名合格的学生，露娜就自然被自动录取。入学这天，徐雅一进入校园就被学生们针对，甚至钱瑞珍还把徐雅单独叫到办公室，强势的命令她签下退学通知书。徐雅哀求钱瑞珍留下自己，钱瑞珍责骂她不识好歹，盛怒之下扇了徐雅一巴掌。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徐雅威胁钱瑞珍，自己在赫拉宫做家教时，曾在35楼的花园拍到钱瑞珍和周会长偷情的视频。如果钱瑞珍再赶走自己，就把这段视频发给他的女儿恩星。听到这段话，钱瑞珍刚刚的盛气凌人一下子烟消云散。这天，允熙在学校里晃荡时，无意间听到学生们议论钱瑞珍打算开除闵雪雅。放学后，允熙鬼使神差，一路尾随雪雅，甚至趁雪雅干活时，允熙走火入魔，企图杀害她。然而关键时刻，允熙心软了，她想到露娜，如果露娜也是个孤儿，此时应该也和雪雅一样辛苦的讨生活。
喜讯戏精入校后，秀莲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亲生女儿周慧仁身上，一度忽略了周会长。周会长表面上不在意，内心却咬牙切齿。其实慧仁并不是他和秀莲所生，当初他和秀莲的婚姻是两家长辈定下的。然而秀莲在美国留学的过程中遇到了真爱，他不顾一切取消与周会长的婚约。周会长自然不会放任秀莲追寻自己的幸福，他在秀莲结婚之前火速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，生下双胞胎，然后带着手下亲自前往美国，找到秀莲和未婚夫的住所。此时秀莲已经怀上未婚夫的孩子，周会长手下拿着机关枪对着屋内一顿扫射，未婚夫当场死亡，秀莲受到惊吓晕厥。周会长走进屋内，割下未婚夫戴着戒指的手指。瑞珍的电话把周会长拉回现实。周会长得知雪雅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秘密，表现得云淡风轻。在他眼里，雪雅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像一只蝼蚁，他随时都能踩死。然而还没等周会长动手，珍妮妈妈还有雨鹤妈妈为了讨好千瑞珍，擅自主张拟了一份取消雪雅合格书，两人大笔一挥签下了自己名字。秀莲鄙视他们和一个孩子斤斤计较，拒绝和他们为伍。千瑞珍则忌惮雪雅手里的视频，借口自己会看着处理搪塞过去。很快，赫拉宫的妇人们收到了雪雅的警告，雪雅发了一段孩子们在废弃车场欺负她的录音。周会长和大家商量如何平息这件事。秀莲听完音频，主张孩子们向雪雅道歉，千瑞珍极力反对。周会长站出来调解，他打算邀请雪雅参加赫拉宫1周年派对，顺便解决音频的事情。这天，秀莲在医院照顾慧仁，突然门缝里塞进一封信，信上写着一个惊人秘密。原来周会长一直在欺骗秀莲，慧仁并不是秀莲亲生女儿。秀莲大吃一惊，她冲到门外，想看看送信的神秘人是谁。然而外面的走廊空空荡荡。为了验证信中内容，秀莲悄悄做了 DNA 鉴定，慧仁的确不是秀莲的亲生女儿。那么她的亲生女儿在哪里？赫拉宫1周年派对如约而至，周会长和千瑞珍把雪雅约到赫拉宫囚禁起来。周会长把雪雅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倒了出来。谁知雪雅预料到这帮妇人们会耍花招，并没有带手机过来，两人只好先把雪雅关在机械室，等派对结束再做打算。这边秀莲潜入周会长的办公室，翻箱倒柜寻找亲生女儿线索，不料在一个隐秘的盒子里找到一根戴着戒指的手指。秀莲吓得魂飞魄散，但很快认出那枚戒指是未婚夫的。秀莲这才明白，当年杀了未婚夫的正是周会长。不仅如此，周会长还声称双胞胎生母离世，孩子们需要照顾，哄骗秀莲嫁给自己。晚上，秀莲准备为了未婚夫报仇，但始终没能下得去手。这时，神秘人发来短信，要秀莲去福利院找一个04年裹着蓝色外套的小女孩，那就是她的亲生女儿。这天，允熙在兼职的时候收到李律师的通知，千瑞珍已经取消了诉讼，也不用允熙赔偿和解金。允熙有些不解，千瑞珍真的会这么好心放过自己？回到家后，允熙发现露娜在撕乐理书。露娜认为只要自己放弃声乐，赫拉宫那帮人总就会放过自己，母亲也不用每天如此辛苦。允熙看着女儿颓废的样子，失声痛哭。赫拉宫举办派对前，周会长告知大家，闵雪雅被自己关在机械室。众人心中害怕，但此时把闵雪雅放出去，自己和孩子都会遭殃。大家心照不宣，默认周会长的做法。随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讨论起晚上的派对。秀莲来到神秘人说的孤儿院，却发现福利院早就关门。秀莲雇佣私家侦探找到院长，在秀莲威胁逼迫下，院长终于交出资料。晚上，赫拉宫里的妇人们精心打扮出席派对。此时，允熙坐在江边独自喝闷酒，看到远处灯火通明的赫拉宫上空绽放的绚烂烟火，允熙的心中冒出一股无名业火。她跌跌撞撞一路闯进赫拉宫，想找千瑞珍算账。第二天，宿醉的允熙被电话吵醒。打电话的人通知允熙，由于昨天首席闵雪雅死亡，露娜作为预备生顺利录取。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然而允熙惊慌失措，派对之夜的赫拉宫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雪雅又是如何身亡？最后感谢观看，别忘了关注收藏，敬请期待下期精彩剧集。